2025年是台湾画家陈澄波130周年的生日。陈澄波是台湾美术史当中头一位入选到日本帝典的台湾画家。为了要纪念陈澄波，国立台湾博物馆特别甲陈澄波文化基金会合作，举办找找咱的所在陈澄波130特展，希望透过陈澄波的八百图结合着台博馆的典藏，让大家对图画来熟悉台湾这个岛屿这片土地。 这幅图通看到玉山的积雪，嘛通看到充满金蕉丛的农村。这是台湾画家陈澄波在1947年28岁行过身进前上尾一幅作品《玉山积雪》。离陈澄波出世的1895年到今已经卖130张。国立台湾博物馆特别甲陈澄波文化基金会合作办陈澄波130特展，希望让民众通透过陈澄波的话来入捌台湾。咱后代这囡仔，咱的子孙是毋是，阁有这个机会借着图的引导，去了解伫咱身躯边，除了人以外，所有万物共同生活的这个脚踏地，所以才讲要找找咱的所在。陈澄波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也就是陈澄波的大孙陈立别，伊讲希望透过阿公这800作品，让大家去了解咱脚踏这片土地甲历史的身世。也那文化部长嘛分享伊的感想，指出这优惠题材包括北回归线、乌条甲桂芳，有这的大自然力量，才有台湾丰富的生态。通看到陈澄波眼中充满生命力的台湾。今天的展览是用博物跟台湾的植物、台湾的生物，还有台湾的矿物，一切结合，终于看到这个陈澄波用他的画，其实画出了台湾所有真正最核心的生命力。这届陈澄波130特展会伫台博馆展出，对12月初3开始，一直到明年5月11日。台博馆和陈澄波基金会拢希望让民众透过陈澄波的画笔，重新看到台湾这片土地的自然底质，用更较远近的角度来入捌台湾。记者张家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